一、全面網站健檢與效能評估服務。我哋喺啟動合作前，會先為你嘅平台進行專業嘅網站健檢與效能評估。團隊會全面排查影響 Google 搜尋排名、頁面載入速度、原始碼架構同埋訪客轉化率嘅核心情景，並提供明確嘅具體優化建議。二、一站式網站推廣與數位行銷方案。我哋嘅網站推廣方案整合多項實用嘅服務，客製化 UI/UX 界面設計，跨裝置響應式適配 RWD， 技術型 SEO 搜尋優化，一站式文案內容規劃，以及社群媒體帳號建置，協助企業建立高效能嘅線上品牌形象與轉化渠道。本方案特別適用於本地服務業、室內設計與裝修工程、物流倉儲、商業清潔、教育培訓、零售門市、診所、醫療、美容美體等多元行業。我哋為中小企業量身打造一站式數位行銷方案，建構具備高度信任感嘅官方網站，完美展現你嘅品牌形象與成功案例，讓線上潛在客戶詢問更為輕鬆。歡迎瀏覽我哋嘅精選案例，了解更多三客製化網頁設計與 CMS 後台管理系統 Webcox， 提供專業全面嘅網頁設計與 SEO 服務。我哋嘅開發範疇涵蓋各類規模與形態嘅項目，包括上市公司、非營利機構 NGO、電商購物平台同中小企網站，致力以合理價格滿足客戶對網站設計與 CMS 後台管理嘅技術需求。無論係形象鮮明嘅中小企企業網站，定係具備複雜交易邏輯嘅大型電商平台，我哋均提供嚴謹嘅架構規劃與精準嘅技術執行，同時搭配專業嘅 SEO 策略，助領大幅提升品牌曝光率，有效拓展線上行銷與銷售渠道。四、全方位 SEO 同 GEO 生成式人工智慧搜尋優化，結合最新搜尋引擎演算法與 AI 生成式搜尋策略，全方位提升你網頁設計、交付項目嘅線上曝光度同詢問轉化率。SEO 優化涵蓋重點、關鍵字策略研究、精準鎖定目標、受眾採用嘅搜尋詞彙，如產品名稱、商業需求、痛點同埋地區標籤。網站資訊架構優化，提升搜尋引擎蜘蛛嘅抓取與理解效率，優化頁面層級、內部連結及 URL 結構。搜尋意圖內容優化，撰寫符合使用者搜尋意圖嘅高質量內容，解答疑難，提供解決方案，展示專業規格。技術型 SEO 配置，確保網站載入速度、收錄狀態、流動端適配、HTTPS 安全加密及 Schema 結構化資料。反向連結 Backlinks 建置，建立高品質嘅外部權威連結，累積網站長遠嘅權重與聲譽。GeoAI 搜尋優化涵蓋重點、內容模組化與易引用性，使用清晰嘅標題階層、列點說明、名詞定義、FAQ 常用問題及規格表，方便 AI 系統精準截取資料。建立品牌與主題權威度，持續產出深度專業文章、產業研究報告及成功案例，促使 AI 模型優先引用你嘅品牌內容。結構化內容與語義清晰度，透過正確嘅 H1、H2、H3 標籤及 Schema 結構化標記，協助機器準確解釋內容語義，提升內容可信度與權威來源，標明數據來源、更新日期、作者企業資訊及服務條款，符合 AI 對可靠引用來源嘅審核標準。維持全網品牌信息一致性 ，AI 會跨平台交叉核對資訊，確保企業定位、產品描述與服務範疇喺全網保持高度一致。五、企業級伺服器託管電郵服務，與日常維護 Webcox 提供穩健嘅企業電郵託管與網站日常維護服務，保障你嘅網站長期穩定運行。我哋嘅服務對象涵蓋金融服務、教育機構、專業顧問、餐飲集團、零售時尚等多個行業。六、外部反向連結 Backlinks 策略服務，協助高競爭度嘅目標關鍵字與網站突破排名瓶頸，登上搜尋結果前列。呢個正係外部反向連結嘅權重優勢。歡迎參與我哋嘅客戶評價或直接聯絡 Webco 了解更多詳情。